无这杯啊，太长诶！好走，好走。安南地，红头壳对落，新前红衫裤卡底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红也背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物？阮都无爱钱，甘愿甘自做工来万岁。安万岁，啊，阮莫白白，阿娘家阿伯分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？每暗带你来做油野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安地，阿莫讲一串话，看真最近代志下小事。听讲多多间偷摕3万块呢？啊！啊，对了，这3万块呢，你实在真好打，也去跟人偷摕钱，想干你哈？你甲我讲啊！你莫插啦，我今日要甲拍死啊！这细汉就偷摕人的钱，你唔讲，你唔讲，我实在吼，袂靠咱钱，我就要甲拍死。好啊啦，偷摕人银偷摕，你甲拍死有啥物路用啊？莫甲清楚来讲啦！有啥物好讲啦？偷摕人的钱就偷摕人的钱啦，无啥物好讲的啦，佮愈想愈气呀！好啦，你拍，你拍，你拍啦！村的啊，当你是咧创啥？有代志就慢慢啊从讲，哪都一定爱用拍的啦。哎呦，大进步哈！这囡仔较细汉偷摕人的钱，这无教士边哪会用的啦？当互你拍甲安尼啊，嘛算作是教师啊。你都唔知影啦，这细汉就会去偷摕人的钱。人讲吼，细汉啊偷板布，大汉就会偷工具啦，这无拍边哪会用的啦？那偷牵枪嘛，共款搁牵牛，啊你干来安尼甲拍，敢有路用是无？哎呀，不管有路用也无路用啦，我厝讲较惨些，嘛要有志气，嘛袂晓互囡仔去偷摕人的钱啊。好啦好啦，无我甲你保证啦，以后伊若是搁甲人偷摕钱吼，才算待我啦。带伊偷摕钱是伊的代志，哪会算带你啦？我是讲吼，以后保证伊绝对袂搁做这落代志啊啦。多多呀，来，赶紧去甲恁爸爸回信咧，讲你后摆唔敢做这落代志啊，啊！阿爸，我知影唔对啊，后摆我唔敢啦。多多啊，起来，来。恁吼，若无闲，做你去做恁的代志，啊，这互我来处理就好啦。阿姑啊，无甲问我清楚是安来偷摕钱，我免哪有迄心情去做工课啦。多多自细汉脚都无健全，心内吼足有自卑感的。大概学校若有啥物运动会，伊就走去变数比，拢无去参加呢。即摆偷摕钱哦，我想一定有啥物原因的啦。我想嘛是安尼。来，多多啊，姑婆啊，甲你问吼，啊，你是安怎哪会甲老师偷摕钱啊？我，你是咧教呀？啊，个无咧问，袂晓讲。不准啊！你是咧调教的，阿哥伫咧掠大细声，啊，同阿哥做去问着我，你是咧吓啥？是啦，多多啊，你甲姑婆啊讲，你遐钱是毋是真正甲老师偷摕？姑婆，我真正无甲老师偷摕啦，我无甲老师偷摕啦。你无甲老师偷摕，啊那安尼，你遐钱是对倒来的？遐钱吼，就是迄天吼，老师吼，伊。哎呦，老师，对不起。老师，对不起。诺诺，已经这晚，你哪袂转去？老师，你袂记啊？我今天是值日生啊。哦，那你变后前去，爱较早转去哦。老师再见。
久的，老师嘛是无转来呢。我就去办公室，办公室的门阁锁掉的，所以我就在办公室门口口等。等足久的，老师嘛是无转来啊。所以吼，我就想讲明仔载才交互老师。啊，毋过我转来的时阵，听到弟弟妹妹爱去援助无够钱，爸爸妈妈为着无钱咧援家，阿嬷破病爱看医生嘛无钱，所以，你就想讲遐钱要摕互恁弟弟妹妹去援助，甲互恁阿嬷去互先生看，对无？阿哥，啊你莫甲多多拍啦！哎呀，我拍咧。伊这才大爱甲伊拍较忝。你的出发点是真好，也毋过拄则恁爸爸讲遐话，你听有清楚啊无？恁爸爸伊虽然是瘦，也毋过伊瘦到吼真有志气，日子嘛过甲真自在，也袂互人爱笑啊。也你呢？恁爸爸你辛辛苦苦伫咧卖面，你为什么袂晓退休去甲别人捡钱，也无摕去汉人？安尼就是叫做贪心，叫做清贱。你自这钱摕来，互恁妹妹甲弟弟去援助，互恁阿嬷去互先生看。后日你若知影讲你这钱是去摕别人的来用，你知影因的心肝会偌艰苦无？你来，免惊啦，姑婆袂讲你啦。也拄则姑婆咧讲遐话，你听有无？若听有介好，你将姑婆讲的意思，你讲互我听，看你后摆着爱安怎做。后摆袂使做歹代志，爱做有路用的啦。对啦，安尼毋则是姑婆的乖孙。去甲恁爸爸妈妈回一下。阿爸，我知影毋对啊，你莫生气啊，我后摆袂安尼啊啦。乖，乖，阿爸无生气，无生气。是使人感动，赞，欣赏。奇怪，讲要带人去昆庭公园佚佗，到今还袂转来。讨厌！啊，真惊诶！阿爸，赞，好，甲像遐赞，你大金部啊，实在有遐厉害。哦，迄不怪，大家尊敬伊咧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你欣赏伊是无？我毋是讲欣赏伊啊，我是崇拜伊啊。哈，即个变崇拜啊？安哦，你都无看到，拄则伊咧教囡仔哦，确实有影佚佗。你囡仔若教到到地哦，后摆一定会做高人的。真是嘞。是啊。进步啊，敢有你讲的遐尔啊高？这无诶，啊，来歹囡仔去用教，拢会变好囡仔就对啦。来，阿强。车伫遐啊。安尼好，来昆丁公呀。不爱啦，阿爸，我不爱去啊。嗨，了解咧啊。啊，即摆来昆丁公也佫早早2、3点钟就到吼。行。不爱啊，我不爱去。嗨，啊你佫是安怎啦？啊，到家你佫咧受气阿爸笑？毋是啦，阿爸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。阿爸，你甲我讲，大进步啊，伊住伫对。啊，你问这要创啥？我要来去调查伊。来，老师。哈，迄天是我钱落去，互多多捡去啊。是啦，啊，阮多多捡着你的钱的时吼，要送来办公室行李，啊，大门关起来袂当入来啦。伊想讲要摕转去厝的囥，隔天更加要送来行李，哪会知影遐尼拄好，啊，行到半路就去撞着歹人，啊，直动到今仔日，哎呦，实在足歹势。袂啦，其实吼是我家己无注意啦，差一点仔误会多多吼，叫是甲我偷摕钱的，实在真歹势吼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免歹势啦。其实误会人也毋是干那你啊尔，阮大家拢嘛共款误会阮多多去做歹囡仔，甲人偷摕钱，毋则互因老爸拍一个险啊死哦。多多叫因爸爸拍，那安尼伊有要紧无？干那小可受伤啊尔，无啥要紧。那安尼就无要紧。大进步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参详呢。顾老师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无要紧。多多的脚吼无啥物健全，平常时对体育吼，佫拢无啥物兴趣。我为着要鼓励伊吼，去甲学校的运动会，
我已经替伊报名参加赛跑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是会足关心伊的。免客气啦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啊。哎呦，老师，你做人实在真好呢。哎呦，哪安尼尔？前日哪去摆着？嘿，哦，嘿，恁走较安尼用，是毋是要来抢劫的哈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小姐，你莫误会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四翁的啊。是啊，怎么四某咧四翁的？小姐，伊叫做四翁的啦，啊那我叫做阿呆啊。恁有啥物代志哈？啊这代志哦，我若想到代志哦，明仔载啊代志到，我心肝做一个拢艰苦的。对了，若想到明仔载哦，特别到，我都目屎流目屎滴。是，这咧藏钱的呢？莫误会啦，我是伤心在拍猪啊。哦，一切拢是我唔好。人讲哦，浪子回头，金仔不爱换。对啦，你这句上你都袂晓讲，我讲就好。人讲哦，仙人拍鼓都有时错，骹步打叉，啥人无？哦，是啊。哦，我知啊，恁两个就是要来这欢喜，互我看会到啊。哦，佮一人搬一次，真好看啊！看咧要头紧讲啦，我真心。好，来去，一人一粒饭互恁食。嘿，我是看恁可怜呢，我甲恁讲哦，后摆是无啊。可怜哦，实在有够可怜。我甲你讲啊，明仔载哦，大金婆若阁无来哦，阮两个是稳死的啊！大金婆啊，你若捌咯？捌啦。大金婆无伫啦，啊伊就为着多多的代志去学校找老师啊。多多我嘛捌呢。多多你若捌咯？是啊，我甲带出几啊工啊呢，我就是要甲放。无啦，阮就是要带出来放婚鸟啦，放婚鸟啦。啊，多多爱生婚鸟，我拢带伊去放婚鸟。是啊。放婚鸟啊！放婚鸟哦，那我嘛足有兴趣的哦。无你老用哦，带我来去放婚鸟啊，好无？卖，袂当。哦，敢若带伊去放一摆婚鸟尔，本来啉小薰的拢改做啉米酒头啊。即摆若搁带你去放婚鸟，我看念迄米酒头啊，都脑损，对吧？都对，阮本来哦，就是想要带迄个办的哦，啊，甲加减甲卡淡薄啊，啥知影讲哦，阮两个哦，去卡落转，卡到无半顺呢。啊，恁即马伫讲啥？我听无呢。袂要紧啦，伊咧讲话根本无人听有的啦。伊的意思吼是讲，多多吼足高级、足可爱，啊，佮足友好呢。对啦。那我冇这个感觉呢。你这个感觉吼，在我的感觉，有哪有袂歹的感觉呢？你即摆是咧创啥话啦？哈？创啥？哎呀，啊，咱即摆来这咧创啥？阮也拢叫袂记哩啊。我是靠摆，咱今仔来这创啥？你唔知影？今摆来这要摕大金宝啦！啊，哎呦，啊对了，小姐，大金宝若讲唔来吼，代志就足严重的，你知无？是啊，哪有遐严重？有啦。大金宝即摆无伫啊。无咱来去。安尼哦，可爱的小姐，迄上水的小姐，全世界最美丽的小姐，拜托啊，你一定要通知大金宝啊吼，讲叫伊明仔载一定要来，若无来哦，阮两个会死啦！这拜托咧，拜托，咱来去哦，拜托咧。吼，下，吼，真个无代无志出这两个小，无管我今日生理会较歹，怪惨。嘿，也是来去病院看套档。阿爸，哟，我来去病院看套档的啊，哈，定要互你顾嘿。啊，紧转来啊！好。
我即摆行路就好势好势咧，应该会使出院啊。啊，阮婿乃交代病的人叫我明出院。搁较奇怪哦，阮婿连续几啊天拢无来看我呢，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我知影阮婿即摆咧创啥？惨啊！我迄天食遐水果，可能有问题。袂用诶，阮婿袂用互狗去，安尼我就无师傅啊咧。对，我袂用搁带落去，就安尼决定。你哪会晓要来甲我开门啊？我时间早拄啊好啊，我知影你来，我超工来咧开个啊。哦，你做人阁袂歹哦。啊，你会行哟？会啊。美丽啊，你要来看我的哦？是啊。啊，阮婿无来哦，啊你去倒？你知哦？嘿，我告诉你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阮舅妈婿吼，拢无咧关心我。你师无关心你，你讲唔对啊！你师吼足关心你哦。伊关心我，咱拢袂晓来看。人伊有甲我讲诶，讲你上爱食牛肉啦，啊上爱食四小啊，搁有炖鸡。安尼一定最好食的哦。是啊，那我有用迄汤匙啊吼，试迄咸食，哦，迄气味有够赞，有够香，有够好食的哦。真正的哦。啊你有带来无？有啊，我搁用鞋仔底咧。讲鞋仔底咧哦，哇，一定最好吃。迄鞋仔底来足重的哦，啊你摕来一定足酸的哦。是啊，我就知影你足关心我，惊我会摕了伤过重、受过忝，所以吼，我毋则囥踮厝诶，互阮阿爸食。我早来。啊，安尼我毋着老顺啦。有事？口香糖哦，无鱼虾嘛好啦，这用播足久的。气死人！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。口香糖哦，无鱼虾嘛好啦，这用播足久的。气死人！哦，我甲食你一块口香糖，你就气死人，小气鬼。毋是啦，毋是啦，我是想到今仔日吼。迄店的生意有够歹，啊，搁歹年当去拄着搞笑人，咱两个笑的啦。啊，笑的？啊你也免来通知我，我当然来救你啊。啊因两个笑是啥物人？叫做西安的，啊，别个叫做阿呆。啊伊讲安怎？伊讲吼，啥物明仔载无看到阿公会死啦。啊，无看到阮婿会死哦。啊伊搁讲安怎无？伊讲吼，阿公有答应要甲伊斗3工，啊若无吼，伊规家伙会用讲话出来了。有安尼严重哦？安尼，行。你要去倒啦？来帮助因啊，毋是家恁阿公有法的，我特当嘛有法的。行。就安尼决定。歹势，美丽，你下看者。特董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？嘿啊，我是讲哦，我即马随时来因兜处理代志。哦，特董啊，你当时吼，真是要替阮阿公恁师傅处理代志哦？当然的咯，我特当安尼，啥物代志若拄着我，阮特当。啊，毋过你莫向阮师讲哦。啊是啊，莫甲阮阿公讲。啊，万一去吼，啊哥哥甜，我就免发挥啊。请，请用茶。请用薰。恁这人哪好咧啊？应该。啊，恁两个人吼是安怎分开？安尼无是讲咧分开做工共款？啊，是毋是有法度甲因斗相共？
哦，你行情足无通讲的，啊，迄2、3工前啊，啥大金婆伫隔壁庄，迄一条做家婆的，叫大金婆啦，害一个尔怎吊伫树仔顶呢？这件代志我知影，不过欸，我是大金盘头叫啥样呢？是阮名特动啊，讲较顺的吼，就是讲拄到什么代志吼，拢阮特动，安啊！对，阮土动。对啊，我本人啊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啊。是啊，你有听到？代志啊，拄到伊，拢嘛是稳妥动。阿呆啊，我知影吼，伊名叫做阮土动，啊，不过因师傅若无来以前吼，有土动还是无土动，这就真歹讲哦。穿红衫粉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？我知影吼，伊的名叫做阮土动，啊，不过因师傅若无来以前吼，有土动还是无土动，这就真歹讲哦。这。你在讲啥？无啦。伊通摆骹停动，敢有法度通啊对付伊？你也来啊？来啊！这些啊，对无到顶用招式。阿爸。大进步啊！敢问你讲伊遐尼戆？哎呦，你戆查某囝咧，哈！等你看因才会讲，你这大进步啊，有厉害啊，有厉害。掠了有无？莫搁掠啦，搁掠我会歹势啦。无莫。我咧讲哦，好佳哉呢，我的脚是放安尼呢，啊无哦，因来哦，我随时会亲一个溜溜呢。阿仔，你有听到伊咧讲啥无？有，我有听着讲，今仔日因是脚放安尼呢，若无放安尼哦，因来一声拢好势。来咯，打一声好势咯！特动会利用因师傅无伫的时阵，去阿呆因兜想要好好发挥一下功夫。这对阿呆甲思安来讲，到底是福也是祸呢？特动会够有法度来处理这件代志。精彩剧情唔通错过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收看《大金箔串江湖》。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。